看台南市局这昨暗头啊，嘛发生一件造成一个人死亡、一个人受伤的事故。警方表示讲，这个姓严的驾驶伊无啉酒，嘛无食毒，伊讲伊是因为阳性发作，伊嘛有领身心障碍手册。警方表示讲，佮理清车祸的原因。 20尾仔5点外，局警有点加监视器翕到汽车冲去弄细张红仔帽的状况。这场车祸造成一个人死亡，一个人受伤。警方把姓严的驾驶带回去分局侦讯，伊无食酒，嘛无食毒。不过驾驶讲家己阳性举起来，所以事当时要驶去倒位，驶偌紧，驾驶拢讲唔知影。驾驶人自称他车祸发生的时候他是癫痫发作，那当时他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所以说车速多少他也不清楚。 这个部分我们还在调查厘清当中，如果有相关的资料，我们会一并提供给检察官来做参考。受伤负责人的家属表示，轰动的细张红仔帽是台中人，有生一个后生。这对红仔帽为着要互囡仔学音乐，就搬来台南的局警所处，就是就伫咧小妹开的包仔店斗相共。20代志发生的时阵，拄好是红仔帽下班了后散步的时间。 不过发生这个车祸，短几秒钟，都互这对红仔某永远拢无法度去见面。即阵啊，因为阮丈母身体较无好，我就叫伊早起来甲我斗相共安尼。对，迄就5点下班，啊，就拢囡仔先行，囡仔家己拢先行。在这里离开的时候，都还在那边打招呼的。我是哭到已经没有眼泪了。啊，当然，怎么讲，心情也很沉重。他是他们的家里面所有的精神支柱。 经济的来源，然后再接下来，我弟媳妇她不晓得恢复到如何。外界怀疑车祸的地点违规停车真严重，嘛是造成车祸的原因。警方强调，接落来会加强处理。受到伤的60岁姓吴的负责人，因为骨折，头壳内底出血，目前搁伫咧加护病房，也未脱离危险。警方发现造成车祸姓严的驾驶，较早也捌因为阳性举起来弄死人，互判原刑假罪。接落来，警方嘛会做伙提供予检察官做参考。这个姓严的查甫人，依照涉嫌过失致死罪嫌，移送地检署侦办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